陈少王以及这个革命的，现在革命的这个使用伊作招。哎呀，看两光尾啊！两光尾哦，怎更少的？啊，打恁死的人也使搞相拍，对。啊，你的需要就是这种拿刀尔。真了，拿刀那么提出来哦，你会变肉饼。哦，拿刀，你敢看有？啊，那看无？我你讲啦，大家慢慢啊讲，你咧答，你看卖。哦对，我前三面昆六段，哦，李中熙看中版，哦，我这就是哦，拿刀啊！妈的，用枪的啦，就要挨你就切你啦呢。哦，你看无呢？啊，若看无啊，我就甲你收倒转来。哦，是的哦，革命啊，拢互伊死，互伊死。啊对，迄边安尼咣咣叫了，风声如雷，敢若像妖龙出现的款呢。拍算有人咧行龙呢。行龙，虾米人甲大鬼功劳？我就是未来的行龙赛。唔卖抓啦！哎呀，唔算也罢，赶紧甲伊看卖咧，看来。好东西啊！你个看卖咧，我四大佬那身躯皮皮搓，徛点点拢无叮当的。我那敢若袂输天骄神的一颗菜菜，我身躯皮皮搓。喂，你们不要错，你们错什么嘛？喂，拿刀呢？拿刀叫陈少王提转呀！奇怪，伊都无用功夫，敢若摕拿刀咧互咱看，啊，咱都死人，咱照入去伫甲看了尔，规个身躯拢麻去。迄部都是陈少王的锁酒头，雷公点穴，陈少王实在好厉害。身披木漆，功夫的高深。迄若无走，等下就会变九头虎。哎呦呀！这边面，金家善良，暗在断魂枪，这要杀死白王子。可是运命之神入在旁边，形成东龙之贪，促成之祸，又像欠了上机之势。现在两人人家人拆家杀，分头离开咯。哇，千草王啊！大条你对下来，啊你无咧保护大人啊！啊大人都安全无代志，我就出来行行咧，好变变叫，规个山洞拢崩落来了。照安尼甲伊看起来，白王子支票了已经死咯。这次要救伊性命，神仙发誓啦！呀，伊只妖龙呢？啊，妖龙嘛是共款巧的啊！赶紧甲学看卖咧，要若无我这行龙赛都无望咯。唔卖学啦，念头学在这大岩就显大地，迄起码嘛4、5千斤啊！迄人甲龙骨铁拍的，迄压落到地马山变成铁片。我看来这会知啦。呀，哦，无办法，迄个石头太大地，也学拢袂叮当。哎呀，唔学也罢。支票了啊！你安尼。遐尼英勇，安怎会落地这款来惨状？支票了啊！支票了啊！哎呀，白王子，你实在死得太可怜了啊！莫哭啦，你若哭哦，连我这个大条的都会生病呢。大条的，天下失去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好青年。支票了，你今仔日死，实在也死得真适当啦。啊！你讲无意思，迄人死得咧可怜啊，啥物死得真适当？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今仔日支票了白王子死，哦，啊就是甲这个妖龙同归于尽啦。啊以后这个妖龙袂阁出来食人，袂阁出来乱世，安尼就是支票了解救无数的生灵，安尼唔是叫做死得真适当吗？啊，讲安尼歹听，
迄都爱讲死咧真公营才好听。对，支票咧啊，死咧真公营。是，支票咧，今日的死，也是为了群众着想，愿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这种舍身成仁的精神，连我这个老头的哦，我那是真敬佩。可怜的歹王子啊！哦，金光闪闪的啥？看卖咧哦。人生运命多风霜，啥人无破浪？只有更加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退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志向坚强。唔通予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哇，运命之神哦，唔知要甲咱指点啥物哈，斟酌听哈。各位听者，当中此情则是真情，杀气、煞气、得怨两亡，因受其民，要以诚心和气，多也不恶。留存名义，气节极力写曲。君主是灵眼观物，不轻动宫墙，不亡啊！嘿啦，运命之神伊咧讲话，咱拢了解啦吼。这个就是叫做人死老皮，好死老命。咩耍去了？我别讲大口呆，什么人死老皮？啊，唔是啦，人死老命，好死老皮，你咧？是。我一定得要替卖王子完成伊未完成的任务，首先先取这个大干神木可炊事万段，然后再掠这个金家玄龙大破靖海宫。好啊，卖转。转也罢。我讲你听，你要破靖海宫掠金家玄龙这件事啊，唔是干那你一个人就会当成功呢啊！迄都要集合大众的智慧，甲发挥团队精神，安尼才会成功啦。咱即马吼上欠就欠一个医生。现在雷公当黄帝庙咧，我来去黄帝庙请雷公甲玉髓吼，来帮助，安尼事事才会如意，有听无？恁两个带登去正义山庄啦哈，暂别咯，拜拜。大开，安呐，运命之神所指示，君主是灵感观物，不轻动刚强。好啦，知啦，卖转啦，等来正气山庄。卖转也罢。哇！好斗水家甲乌心桥啊，恁这衰尾仔囝，老身唔是别人叫做毒菩萨哈，恁这中原棍剑该死咯，动手啊！哦，听看卖，迄什么声？大嘴，迄个嘴啊！哦哎呀，好啦，走啊！哎呀，有了了，老身老身。喂，啥呢呀？出来啊！大哥呀，好啊！好哪有咧惊？我上惊迄个土番啊，迄土番啊会食人啊！迄个腰部叫好食去咯。叫好食去，伊奇怪，迄好来援助咱呢？家八戒古巴来来，妈妈讲大这个人马嘎喳。大哥呀，迄到底是咧讲啥？我都听无你咧。大哥呀，迄土番这边会食人啊！你赶紧甲伊讲，咱这边甲伊做朋友啊！赶紧的啊！好啦，哈喽，那当家识家当家，这个人马嘎喳。系啊，伊讲我听无，我讲伊不懂。哎，你饭桶啊，换我啦！嘿，命无你说家己。阿爸，这个人马嘎喳。大哥，伊是咧讲啥嘿？
大概是咧讲，我这真肥哦，全油歹食，你较瘦的吼，迄拢瘦肉，迄个食比较好食。哎呀，你真可恶啦！朋友啊，我这个瘦的吼无肉啦，你若是这要甲我食，拢捡我这骨头嘛，真麻烦，对唔对？你若要食，就爱一个大颗较油，较有营养啦。画面啊，你实在心肝有够歹呢！哈哈，乜骨头一个人嘛甲食？还有大颗的，伊是咧讲啥嘿？伊讲伊足欢喜的，伊决定要甲你食。要甲食？哎呀，你是真无意思呢我规身躯的肉夹起来剩3两半呢你要甲食？你敢袂使你卖食呀爸？我这个人嘛甲食。哦，伊咧生气啊！伊咧生气啊！伊哪比你身躯安尼看，伊咧介意身躯的物件呢？好，介意我物件，安尼好。你若是教我这个假面的物件，你就看互伊详细吧。阿妈讲大，阿妈讲大。哎呦喂呀，害我惊一条，安尼甲看起来都袂歹啊。敢若像要爱我物件好吧，拿吧，互你吧。我这个人嘛甲食。好咯啦，拿遐多支，真贪心，你若无搁好样，你会叫拆做2瓶。好，要搁爱啥？若要搁爱，就搁互你吧，一支较大支。这个人嘛甲食，这个人嘛甲食。安尼对你印象足赞的啦，伊就是要甲你做朋友，毋则甲你揽起来浸。哎呀，大哥，你都唔知这无卫生，喙足臭的呢。因这野人都唔捌咧洗喙，毋就足臭的。咱若甲伊做朋友咱就甲伊教教伊洗喙较有卫生咧。大哥呀，危死的！哇，这野兽拢围出来咯！免惊啦，这野兽拢嘛伊管的，你咧。姚龙已经走了。我无死。有人想得要活也袂活，有人想爱死也袂死。这个世间实在大真奇怪啊！师傅，你救我心，也无还阁有啥物人救你？这就是英雄小英雄，歹人做歹人啊！老师啊，我又失败了。失败不要紧，失败那是成功之母。这什么所在？这就是半冰乌壁洞。半冰乌？是啦，就是你的面甲我的面同款的半冰乌啦。来，我问你，你伫外头伫咧奔走，社会经验遐尼多，你对歹人有啥物看法呢？老师，我认为天下无歹人，真正的歹人就是家己所扮演的。譬如这种人，伊是面骄足为掩阴恶奸邪，迄种人是貌美心恶的歹人。也阁有第二种吗？有。第二种是用老练探险正大气质的人，迄种人是貌秀心善完美的人。师傅啊，你就是属于迄种人啊！不错。徒弟，你也是同款属于迄种人。哎呀，多日焉敢与老师相提并论呢？徒弟，前日运命之神助我一本拳经，自今仔日起，恁需要认真传授运命之神的功夫给你，互你早日会当平定龙烟，心中壮志。多谢老师，徒弟啊，你就是天下最歹的美男子啦！什么？最歹的美男子？我3天后一定去。你怎样来呢？唔让我担保呢，今晚大家拢真需要你呢一定去啊！君子一诺千金。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在创啥？得调啊，看边哩。调？嘿，我看卖呢。何为完？玉水啊，出来！来了。先生，什么事情大声大叫呢？这个患者药物是你调配的心？是啊。你是配什么？细心、贵机、甲二行。
父子人孙并传接，当归干姜相蜜丸，配合称为乌梅丸，安怎？敢有配唔对心？你敢知影这个乌梅丸是咧治什么症头？杀糖啊！哈，你真乱来啊！啊，这个安尼嘴歪目睭斜，迄中风症遐尼重，你用这个杀糖药乌梅丸，你明明得要互伊带起来。先生啊，你唔通误会呢。人这个错患者吼，伊本来的面貌就是生到这款的呢。是啦，吕大夫啊，我就是着这款的啊。我前日咯，感冒来互先生娘甲医好的了。啥物？多得先生娘？一个这个家娘呢？唔是啦，迄是我的助手。哼，啊，你摕这个杀虫剂要创啥？歹势，阮兜全生咧目屎加走，啊，我来找先生娘摕药要来偷。呀，你还佫听无？甲你讲助手，毋是先生娘，听我听无？是，助手甲看手差不多。啊，出去啦，啰嗦啊！讨论讲，真乱来。先生啊，莫生气啦。玉水，以后你毋通叫我先生，也无人是要叫你啥物啦。叫我大夫啦。大夫甲丈夫，嘛差不多。真乱来。先生啊，方才这个算命师来呢。我这个算命师。麦孔明啊。麦孔明你在创啥？算命师吼，伊来感谢你，甲传伊半生不改方定经的三中，啊，所以会当吼得到这个人生快乐甲爱情。哼，你讲爱情？爱情是。好啊，莫搁解说啦。也这个麦孔明后来搁讲啥？算命师吼，伊讲伊的面口会收一个咧烂烂乌乌吼，要叫你甲医好，互伊亲像当初迄个赛潘安的样貌啦。啊，伊若是教这个歹王子的功夫教成功，去降服这个妖龙了后，伊就是得要享受天伦之乐，甲伊的某囝单圆啊。煞去。先生啊，可是我已经答应啊呢。啊？你答应麦孔明？无啊，麦孔明到底对你有甚么好处？先生啊，做人为快乐之本，何况咱是医生，而且算命师吼，伊也教我夜经呢。啊？夜经？啊，你研究夜经要创啥？夜经甲这个医学有相当的密切关系，譬如讲乾三环。乾三环，我你讲啦，乾三弦，坤玉断，离中虚，坎中弯，进两剑顺下端，对上发进河弯。啊，那你也袂晓什么咧乾三环咯？对啦，我嘛知影讲先生你对这个易经较非常深造，因为先生你的患者真多，所以我。好啦，啥物我，你注意听。是，请先生你教我。夜经是在医学上的运用，乾为手，坤为福，震为足，顺为果，坎为耳，离为目，进为手，对为口。安尼你知无？知啦。会记哦。会啦，多谢先生你的指示。安尼好。方才这个仙草王来请我要援助，所以我这要离开这个皇帝庙来正其山珍援助，你甲顾好势。啦，人要甲你去啦。唔系啦。人是你的看手。啥物？唔是啦，助手呢？吼。你是个甜卡半手，唔是助手，我使我气死。乌鸦中出现了神秘人物，对魂卡步声，已经一步穿过了正气山庄的防守线。大明朝的金西官王平，担心摆王子行龙未回。整夜睡不好眼，这个时阵，对分脚步声一步接近钦差大人的睡房路。啥人？外面啥人是？大人了，啊系啦，大人别笑，桌顶的所在有这个字条，对魂卡步声，乌鸦大刺客，庄丁惨死数命，当初是安怎想啊？金王主啊，一言难尽。什么？
对阮卡步声乌鸦大刺客。卡步声来了，你这边对。卡步声点呀？奇怪，卡步声又点去啊？你这边，对。奇怪，对过来走过去，走到身边。对呀，阿个哩呀！非常的神秘，但你是总咱叫人食做回去。是啊，大家各大人各用掠去啊，大家满面全斗火啊，祝兄弟啊，分作四方八达，活掠这个对魂卡步声乌鸦大刺客啊！乌劫，正气的杀手乌劫，天南地北在咧走水万路的罪魁金家善良，要为爱奴的报仇。爱奴，不敢long人心受。你知我一个人为你弄一江湖，千里心受吗？零心心吗？阿霸王，不是，乌劫你做真多情怎样？什么人？竟敢在我乌劫的面前胡言乱语？快出来吧！我就是毕中毕吴六金啊！吴六金，言呀！今日毕中毕要打开你的面大。看你这个痴情人为爱流泪的眼神，毕中毕，现在你还阁执迷不悟，我想你会沉沦在苦海茫茫之中。住口！你无资格向我说教。今日我毕中毕有任务在身，我劫你的留神，可惜身受异气，有何本领？来吧！呀！金龙柱当直接阳台。要对杀咱那个罪魁金家善良，这个时阵，回不来呀！情海的关渡金家善良，你得要走得去。今日我万贤祖亲自动手，得要甲你毁掉。动手啊！玄妙，乌道的死客金家善良，为什么会被乌道的人围杀呢？对阮卡步声身受可能战胜军剑呢？乌劫以毕中毕的骨头变化如何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